啦啦隊女孩友友米塔的甜美歌聲，替2025台南購物節壓軸抽獎記者會炒熱氣氛。最大獎是誰？台南購物節 Toyota bZ4 猛調一台幸運得主，請啟動。市長黃偉哲手伸入摸彩箱，與現場貴賓一起用彩球機抽出最大獎，市值100萬元的純電車以及現金88萬元等多項好禮，總價值超過300萬元。這次的台南購物節在整個期間，總共我們這個參與的金額消費的金額達到73億。那破了這個記錄，因為過去去年是63億，今年到了73億。而且呢，這個參與的這個序號已經突破1億個哈。購物節活動自去年10月開跑以來，截至今年3月，累計登錄金額衝破73.7億，創下歷史新高。其中41億元來自特約店家消費，實質帶動合作夥伴業績成長，消費熱度從大型百貨、量販通路延伸至巷弄市場與夜市，且這回的序號超過1億組。可見民眾參與有多踴躍，主要是着重大家的庶民消費以及普遍參與。所以呢，我們在夜市、在市場婆婆媽媽買菜的時候，只要超過50塊就可以得到1組序號。你去買一次菜花了400塊，你就可以得到8組序號。最重要就是你的參與，你的參與對我們來講很重要。台南購物節被稱為全台 CP 值最高的購物節，關鍵就在於50元就能夠抽100萬大獎。大幅降低參與門檻，讓每一筆消費變成對在地經濟的支持，向全國展現台南深厚的經濟實力與城市魅力。記者周懷談的報道。